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真耶稣教会所制作厝边隔壁大家好，伫画面美娘单元要甲咱来分享主耶稣伊来吩咐咱真好的这个祈祷这个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3节记录要本着主耶稣教导咱的这个祈祷咱要来查考嘛要来分享简单10几分钟的时间用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这个圣经的道理跟咱来分享，所以每一遍希望拢会伫节目中间来读一摆这个祈祷文，互咱大家来做参考。咱即马先来读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9节到13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3节。所以恁祈祷爱安尼讲：咱在伫天灵的爸，愿人都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踮地灵，亲像行伫天灵。阮日用的饮食，今仔日赐予阮，免了阮的罪，若亲像阮免了人的罪，无互阮拄着试探，救阮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拢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咱今仔日要对主耶稣教训咱的这个祈祷文一句一句要和咱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第一句也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这个讲到祈祷的时阵，咱爱称呼讲咱在伫天灵的爸，爸对咱来讲真正重要，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生咱肉身的老爸，咱拢抓到父亲的这个血统，所以有真侪人真看重伊个人的这个家谱背景，尤其是华人，咱讲中国人，咱真看重咱的这个爸母、咱的公妈、咱的阿公、咱的祖先差不多真正看重这，所以咱嘛有深深的教训讲，爱心中爱对远，就是人伫这世间短短几十年过去以后咱活着的人爱纪念咱的祖先，爱纪念咱的时代，留落互咱美好的教训，甲咱教导真好做人的这个道理。所以这个爸对咱来讲是生命的起源，也是根本。但咱只知其一，咱不知其深刻的所在。人活踮这个世间，咱侪人真尊重咱的时代，也就是讲足侪人虔诚地拜公妈。但是这个公妈祖先，实际上讲，伊毋是伫神主牌内面，迄不过是人的一种真正心灵的一个寄托。圣经内底甲咱教训，讲咱要来尊重咱的祖先，咱应当着纪念迄个造物的主，因为咱拜袂得通了。咱的阿公去里有咱的阿祖，咱的阿祖去里有咱的太祖，咱的太祖去里有祖太，过来我袂晓算咱真侪人或者真看重这其实迄落嘛真看重，但是一代过去一代过来，咱要通拜几代呢？时间在过真紧，历史在行真长，但咱人活踮这个世间，不过是这个时代经纶中间的一批批咱像圆珠笔的一点，伫一张白纸中间的一点，咱要纪念甲偌远，咱要纪念甲偌济人，其实对咱来讲无才调照咱的心愿，所以圣经甲咱讲，咱就纪念创造咱的神伊才是咱真正的根源，也才是咱真正的这个祖先，真正咱应当敬重的一个造物主。咱拜着迄个源头，拜着生命的根源，其实咱才真正会通来纪念咱的祖先。因为咱的爸、咱的阿公、咱的祖，甚至咱的祖公祖妈，拢总是对天顶真神来创造，互咱人有迄个传接的能力一代传一代，世世代代来相传。所以要算，咱嘛算袂了，因为祖太去哩咱都袂晓叫咱只会通讲是咱的祖先，甚至是咱的祖公，是咱的历代的这个先祖，咱只会当安尼讲尔。所以这个圣经主耶稣教训了真好，讲咱在祈祷的时阵，咱就要纪念咱每一个人在天顶的爸，也就是咱灵魂的老爸，咱灵魂的根源、生命的根源，
所以咱会通称呼爸，对一个人来讲，老爸伫家庭内面，咱的家才会成做一个有爱、有保护、有平安的所在。为什么咱要称天顶的神咱看不到但存在造物主做天灵的爸？因为对人来讲，咱活踮这个地面，天父真神伫天顶迄对咱来讲是种尊称。其实咱仰头看天，就整个地球来讲，或者是伫东，或者是伫西，或者南，或者北。但是对咱人的尊重，就是讲咱伫地下上伟大的，就是咱仰头来感受到神的存在。神用尘土来造人，而且伫咱始祖就是用土粉做的始祖，叫做亚当的鼻孔，甲分一口气，互伊成做有灵的活人。安尼讲起来，人是对神造来，因为对元素，咱来甲分解，人的这个肉体肉体，就是尘土来所做的。这符合圣经创世纪第1章内对人的起源神的交代。所以，不管咱用科学来研究分析，还是讲咱理性来体会，咱拢会通知影，人虽然尘土来做，但是人却是有灵性的，就是伫咱的灵魂内面来成做一个人的个性，来成做一个人的这种心性，嘛成做咱一个人的迄种兴趣啦、艺术啦、数理的迄种观念，这拢是对天顶神来的。因为尊贵的神借着伊的形象造男造女，咱今仔才会通食做这尊贵。所以咱毋是水底一只鸭，咱搁较毋是路边的一只狗，咱更加无可能是一只飞鸟尔。咱比这的飞禽走兽拢搁较尊贵，这就是咱对天顶的爸真神耶稣基督，伊来甲咱创造。所以伊定了天地的特殊，伊成做万物的根源，所以咱定着就爱尊重来敬拜，对内心生发出迄种敬畏的心。所以伊垂听咱的祈祷，伊嘛要掌管咱的生命祸福。有一段时间，咱对电视、对新闻来看到真侪一寡家庭的不幸，尤其伫今仔这个世代，真正淫乱，真正误会，或者有人出伫墓地，有足侪伫寒假暑假以后，都有青少年来谈了禁果，就是讲发生了性行为，伫未婚的时阵，伫这个农药懵懂无知的时阵，就来发生这个两性这个亲密的关系，像安尼，有人就会查某囡仔就怀孕，甚至就来生囡仔，有的甚至年纪伤小，怀孕唔知影，身体生理的这个变化嘛，无一定有充足的这个知识去明白的时阵，红婴仔生落来，哇！无婚姻，无透过一个合法的机制，来得到这个囡仔的时阵，咱甲看这个家庭毋是幸福的，嘛毋是快乐的。这个囡仔有可能去用等伫野外，甚至去用伤心的父母，用鹿用纸甲包包的，有的就下底粪扫人，甚至有的就去用野狗拖去，咱感觉真正可怜。人活踮这个世间嘛是同款，咱人尊贵是因为咱有肉体有灵魂。咱肉体灵魂对神来，圣经有甲咱交代，有清楚的说明，所以互咱会通得追求这条尊贵的道路。所以将来100岁年老，肉体爱归土，灵魂却爱归回属灵的神。所以对咱即马活着的时阵，咱就会通得来理解，人毋是用这个烧香拜拜、生礼服侍，会通得到喙饱。其实伫人生命结束以后，咱拢爱有一个归宿。所以咱遮济人真看重这，甚至叫师公来看魂，就是要互灵魂有一个好的归宿。但敢真正借着道士师公，会通将这个灵魂来引到所谓这个西方的极乐世界，也是一个净土吗？其实这是对咱人来讲足大的迷信甲迷误，阁有足济的重担，愧着咱的境界，互咱的心灵袂通得到透放甲快乐。所以当咱看到这段圣经，讲咱祈祷的时阵，咱就爱纪念咱伫天顶的爸，是咱每一个人共同的老爸，是咱每一个人共同的主宰。所以不管是咱过去的祖先、祖公、祖妈，
也是咱未来生存的人类，现主时咱每一个人拢同款，咱来自同一个根源，所以咱的确都要找到一个正确的信仰。节目中间，希望总是少少会甲咱来分享到主耶稣基督这个圣经的真理。那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神伊创造咱，伊有迄个能力来透过伊圣灵的旨意来踮伫咱的身边，嘛带伫咱的内面，佮赐落圣灵，加做咱随时的帮助。安尼讲起来，咱是神厝内面的人。以弗所书第4章第6节，才有咧讲到，咱是神厝内面的人。咱踮伫神的内面，神要来看顾咱，伊是众人的爸，超乎伫众人之上，嘛管乎众人之中，嘛要踮伫众人的内面。所以咱伫天顶的爸安尼甲祈祷的时阵，其实咱透过思想，咱会通得来了解，天父真神，伊真正是要看顾咱的，真正是垂听咱的祈祷的。所以伫咱真耶稣教会有济兄弟姊妹有美好的见证。每一集这彩色人生的单元，都是拢请到咱真耶稣教会济兄弟姊妹来伫空中为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见证分享耶稣基督的爱。这拢是确实对内心真正体会美好的生命的经历，所以咱透过广播节目，要互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你是伫车底也好，你是伫门窗边也好，你伫路边，甚至你不管伫倒位听到阮广播的声音，才着喜乐，本着圣经来分享出来这个信息。其实阮本着阮的良知，本着阮生命的体会，要搁继续来见证讲。耶稣基督真正是咱会通敬拜，会值得咱来甲明白，来甲追求，献上咱的生命。我望讲咱听众朋友会通甲喜乐同款做伙来尊重，做伙来敬拜咱伫天顶的爸。咱定定安尼甲祈祷，咱才做一个会通享受平安，会通享受挚爱，会通享受自由，有家有保护的这个感觉的一个人。安尼咱人生更较有意义。心灵更加得到健壮，大家平安，感谢神。